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選舉將會喺4月26號舉行，而選委會參選人嘅報名日期就係3月3號至到17號，而喺3月23號就會公布選委會合資格參選人嘅名單。汪艷秋報導。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，就即將開展嘅工作進行討論。選委會參選人報名日期定喺下個月3號。而有意參加選委會選舉嘅法人選民，可以喺今個月16號至到3月2號到公共行政大樓地下領取提名表。行政長官選舉管理委員會主席朱健喺會後表示，選委會委員選舉將會引入電子投票同點票機制。喺某一啲界別，如果係需要選舉嘅話咧，可能相應嘅選嘅即係要去投票嘅人數。當中投票嘅過程同埋點票嘅過程咧，個工作量係相當繁大，呢個繁複嘅工作量係比較大。咁所以我哋為咗能夠保證呢個選舉過程嘅公正，包括喺點票過程之中嘅嚴謹同埋公正性咧，咁我哋同埋行政機關咧，亦都係經過咗相當長時間嘅研究咧，咁就已經準備咗一啲電子點票嘅機制咧，咁就準備到時係可以運用喺實際上邊。朱健表示，根據目前選委會委員選舉嘅時間安排，預計行政長官選舉會喺7月初舉行。佢亦都話喺首次會議之後，直至選委會選舉呢一段期間會有相當多嘅工作需要處理。管委會原則上每個星期都會舉行會議，而有關介紹行政長官選舉資料嘅網頁就會喺下星期一開通。澳門電視台記者汪劍秋報道。